娃娃 TV 讲台语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相信大家一定拢会去电头毛店、加头毛试毒一个对无？毋过恁敢知影电头毛店内底的鸡丝头仔台语爱安怎讲？电头毛店除了加头毛以外，阁有啥物其他的服务呢？今仔日这集 Lisa 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这个鸡丝头仔甲服务。咱先来看服务，第一个是洗头。有一寡人要去参加较正式的活动，就会去洗头毛店洗头，顺便请设计师甲伊设度一下。第二个是抓铃，真侪店要甲人客洗头进前，加减拢会抓铃一下，互人客放轻松了后才洗头。那我的经验是，洗头的过程中，头壳皮嘛会甲我抓抓咧，连颔棍仔嘛拢会抓哦。第三个是染头毛。有一寡人头毛白白，也是想要换头毛色，就会走去染头毛。有的人会染较自然的乌色，也是咖啡色，嘛有人会染一寡较特别的色水，亲像金色、红色、粉红仔色。大家敢有染过头毛，拢染啥物色咧？会当留话甲我分享哦。好，第四个是电头毛。电头毛就是伫头毛顶抹药水，甲头毛卷起来，然后放一台若安全无碍的机器伫头壳顶，用小气甲头毛下好小，互定型。等时间到，整理好势，头毛就会变较 Q、较蓬啊。第五个是收目眉，有的电头毛店有专门甲人收目眉的服务，毋过爱开钱哦。嘛有一寡电头毛店是设计师看到会主动问你，目眉敢要甲你收咧？那即种一般是免费的服务。好，最后一个是抠喙鬚。抠喙鬚就是甲查甫人的喙鬚抠掉的服务。一般较时行的沙龙是无抠喙鬚的服务哦，因为即马大部分的设计师考的拢是美发证照，若是要抠喙鬚，改成是需要另外一种证照的，所以抠喙鬚这种服务，敢若伫一寡较传统的剃头店才有哦。好，刷落咱来看电头毛店有啥物鸡丝头啊？第一个是面巾，人客头洗好，就要用面巾拭互干。第二个是头毛卷仔，电头毛的时阵，就会用头毛卷仔甲头毛卷起来。第三个是头毛叶仔。设计师伫加头毛的时阵，拢会用头毛叶仔甲一部分的头毛先叶起来。第四个是头毛箍仔，主要是用来固定毛水的。若是要收目眉，上好是先甲毛水飞去后壁，安尼才袂无细力气剃着毛水。第五个是夹刀，夹刀会当讲是设计师上重要的家私，用来甲人客夹头毛。第六个是螺仔就是用来夹头毛捋好顺的物件。第七个是剃头刀，剃头刀就是专门用来剃头毛的刀仔，会当用来剃光头，嘛会当用来甲头毛下好薄。好，最后一个是撸仔就是用来剃头毛的啦。一般要剃光头，拢会用撸仔来剃。好，以上就是即摆要分享的电头毛店的家私甲服务，大家敢拢会晓啊？欢迎留言甲我分享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介我影片要一把起赞，甲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观众朋友要起一下订阅，另外另外安尼可能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到follow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